歡迎收睇星期日一節嘅特別新聞報導。中東局勢再度急劇惡化，伊朗喺今日向以色列發射大批導彈，係自4月停火以嚟首次直接攻擊。記得訂閱我哋，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哋出片啦。中東局勢再度急劇惡化，伊朗喺星期日向以色列發射大批導彈，係自4月停火以嚟首次直接攻擊，導致以色列多個地區響起防空警報，數百萬名以色列人需要緊急前往防空設施避難，北部地區更傳出多次爆炸聲。呢一次衝突係因為以色列喺星期日較早前無視美國日前提出嘅勸阻，喺無預警下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一棟住宅大廈，造成2人死亡以及20人受傷。以色列軍方聲稱，空襲係要報復獲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喺同日向以色列北部開火。伊朗隨後發射導彈報復，伊朗革命衛隊更發表聲明警告，如果以色列重複侵略行為，將會擴大範圍襲擊區域內所有美國以及以色列嘅目標。以色列軍方表示成功攔截導彈。國防軍總參謀長澤米爾指出，雖然軍隊目前仲未有收到指令，但係只要命令一下，就會果斷打擊敵人。不過，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後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，表明反對以色列再反擊。特朗普強調，美方同伊朗非常接近達成最終協議，唔希望目前嘅衝突導致談判破裂。佢更直言，對於以色列事前冇同美方協調空襲感到不滿。為咗心愛嘅你，我會造手飛船，越過天際，攀上雲端，喺稀薄嘅大氣中平息前行。我要遠征太陽，去偷取烈焰，摘一束永恆之光，然後將呢道希望曙光交喺你手，等我哋一家人迎接璀璨明天。路透社最新調查顯示，雖然地緣衝突引發能源價格上升，令通脹風險升溫，但係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預期，加拿大央行喺6月10號以及今年餘下時間將會維持基準利率喺2.25%不變。美國同以色列同伊朗嘅戰爭引發能源衝擊，令加拿大4月份通脹率由3月份嘅2.4%升至2.8%，但係仍然處於央行1%至3%嘅目標範圍。加上核心通脹回落，反映內部需求疲弱，所以央行有空間維持利率不變。加拿大央行喺2024年6月至舊年10月期間已經累計減息275點子。雖然加拿大經濟上季陷入自疫情以嚟首次技術性衰退，但係5月份強勁嘅職位增長帶嚟支持。喺6月2號至5日進行嘅路透社調查中，所有34位經濟學家都預期加拿大央行下星期將維持隔夜利率不變。超過80%預測利率將會喺全年保持不變，呢個同4月份嘅調查預估相似。CIBC 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師 Avery Shenfeld 認為，目前經濟遠遠未達到充分就業，不足以支持加息而阻礙經濟復甦。亞省喺10月19號將會舉行涉及獨立問題嘅公投。保守黨黨魁博勵治星期一將會喺卡加利發表主題演講，展開宣傳活動。佢將會爭取喺統一嘅加拿大之內建立一個更強大嘅亞省。根據 CTV 預先獲得嘅演講摘要，博勵治將會呼籲亞省留喺加拿大，同時要求聯邦政府推行新政策，從而解決獨立訴求。博勵治喺摘要中指出，亞省唔需要建立一個唔同嘅國家，而係需要渥太華改變政府政策。佢表示，亞省省民一直要求解凍資源以及輸油管，並且尊重槍械擁有者、監禁罪犯、減輕納稅人負擔、尊重省級自治以及開放自由企業。佢認為呢啲舉措可以令每個省份都變得更好，而且係所有國民共同渴望嘅事情。卡尼政府之前已經就潛在嘅輸油管項目同亞省簽署諒解備忘錄，但係博勵治批評呢一份協議做得唔夠全面。亞省省長戴斯敏同樣明確表示，希望亞省留喺加拿大。
但係佢因為修改法律，放寬聯署門檻，從而促成呢次公投，因而受到批評。戴思敏上個月接受 CTV 訪問時承諾，如果反對獨立嘅陣營喺10月公投中勝出，佢將唔會舉行獨立公投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